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好好运动的时间又到了，今日同大家共下来做运动啊，还有地仙老师，格格来运动了。好，不用脚趾头呢，有多种方法。坐垫做得做呢，起垫没做得做哦。一下呢，我带大家做起垫呢，保养脚趾头嘅动作。安样嚟做呢？留地仙老师共下来放起来啊！嚟做起垫呢嘅腳趾頭嘅動作。有個墊呢，屋下有個墊呢啦，有壁啦，哈，有個所有嘅可以扶墊。好，你起垫咩？你喺公園咧冇墊呢好坐，又知道墊呢拉拉雜雜啊，冇辦法嘅方便唔坐，你就扶墊嚟哈，同樣哈。我俾嘅腳卡起來，嚇唔做參嘢嘅嘛嚇，頭病人有冇？冇嘅人咧痔瘡咩？參鎖門咧嘅安尼鎖門咧蒼蠅有冇嚇？你都上下嘅有冇？有看到講當下一個機器會停痛，就安尼嚇旋轉，就像嘢鎖門那樣嘅安尼，一隻動作咧對安尼腳趾頭非常嘅好。好，安尼說，你剛開始慢慢呢，洗拳，好，個較大拳的位，好，較大拳的位，好，個反方向哦，洗拳。鄉親朋友，向下放起來做，你安尼起墊呢，也做腳起墊呢，咪會較有力，好，咪會訓練人個肌肉的力量，好，中拳，大拳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很酸哦。你會知道講很酸樣哦。你按你透下睇氣，按你真係愛自己錫自家哈，唔好講當勉強，當很勁啊那樣。你知道當勉強啊，按你做唔得。你知道講做好嘢真好。個拍一拍，打一打，拍一拍，鬆鬆啊，好。有腳只有左腳哦，同樣扶墊啦哈。好，揾左腳，天天呢，一下也重心也重量呢，變動也右腳。按你，做運動我看起來美美的哈，當有自信，當健康。好，慢慢的吸氣，腳抬起來。同樣啊，哈，洗拳呢，你看有看到嗎？鄉親朋友，一下玉美老師很多地仙老師也來哈，老大家講，做起嘅呢，做也起嘅。你就會發現一啲咧，腳趾頭好一啲嘅部分圓形運動，好，將較大拳大圈、中圈大圈、較大拳的喂，你喺腳咧，你較皮哈，你喺腳去講，平常冇運動脂肪當多嘅話，你就會知道講，那個鎖門咧用鎖唔利啦哈，鎖嘅無形啊，你係個腳用停痛唔得，好停痛較冇按旋法啦，好反方向很好。那你起墊地仙老師要很酸了哈，要不酸哈。好，較大拳呢，好，你會發現你做一隻運動去哈，我停痛都要安尼，要舉安尼腳趾頭的關節，好，幫關節做最大幅度的伸展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不用下來。很酸了哈，個人啊，嗒啊，鬆啊。好，一下呢，做好起嘅呢，哈，按你鎖門咧做好起，人家腳邊嗰啲啊，按你邊，好，按你邊，人家同樣哈，因為老師老大家講，平常行路嗰下腳趾頭係咪前後，按你停痛，按你方向停，按你方向，佢冇辦法做按你方向。好，嗰時候用瑜伽的方法，好，有墊嚟變落嚟，你就變嚟按你方向，按你呢，我來佢樣順風嘅鏡頭，咩我來佢呀順風嘅鏡頭，你就變嚟呀，你就變嚟呀就可以打嘴鼓啊，好，同有冇看見打嘴鼓啊，聊天啊，哈，你就看電視啊，看你福喜來節目啦，也係講看你客家電視台所有嘅節目，好，你打開電視。你就可以用按你方法，然後呢，那電視台當用心嘛，哪個節目當精彩，
那看电视也冇浪费时间，只要按呢，好保养去按脚趾头，好慢慢的转来，不用享受。个弯脚的时候呢，你就弯片，弯脚的时候同样按呢，按呢不用等，用按的方向，好用按方向停留。所有的运动啊，所有的动作哈、姿势哈，都要停留，唔好做太强，冇讲啊变下来，好一下就冇好嘅，那停留，好停一下，慢慢的做头吸，吸气吐气，好，安尼做开了以后，也筋骨哈，也顺畅嘅脚趾头嘅，也顺畅嘅腳趾頭嘛哈，也外側的筋骨打開了以後呢，你就可以用運動的方式，也係老之前老師強樣啊，你頭擺細細哈，唔係有個踢毽子哈，你安尼有嘛哈，給安尼頭擺用下個哈，你玩具冇按多咩，冇個3C電腦冇 Line 啊，冇臉書啊，冇個 Facebook 可以搞嘛，一下全部頭擺用跳格的啦哈，踢毽子。所以呢，玉美老師做到最原始的方式，用踢毽子的方式呢，保養我哋腳趾頭。好，看到哈，一下右手左腳，左手右腳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鄉親朋友，你同玉美老師講下踢毽子，哈，你這樣可是踢唔到唔怕，你就一滴嘞，用按的方向哦，向內的方向。好，向對方的方向，好，慢慢的呢，將黑高頭的，按呢，黑高頭的踢毽子，好，抬高，差唔多做，你就做看幾十度的咩唔怕，好，按你咩要訓練人的心肺功能，好，慢慢的停痛，好，做到。身體是動手的哈，動鬆用的。有前面好，唔係後背哦，一下，第一線老師轉過來，好，對，好，一下後背哦，一面老師都按呢，用側邊的方式，好，一下左腳抬起來，右手扳着它，好，按呢用按的方向哈，來起來，來到你按呢。腳趾頭呢，用不同方向停到呀，好，停到呀，慢慢的頭吸吸氣，吐氣，好，正面去按呢，停到呀，好，你還可以順便的做運動哦，做牙經濟獨立哦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慢慢的開向起來，好，那還起嘅咯，你起唔起，人腳嘅肌耐力唔難哈，你起唔起咯，按呢，停到呀，好，慢慢的吐氣，降下來。好，你這個各位降下來些，你可以用個下跳舞的方式。好，你看，好拍打，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改到哦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好，鄉親朋友，做腳趾頭嘢，還可以哈，看到哈，按呢拉側腰哈，向前面。地心老師，我們一起向前面哦，向前面。你看哈，做嘢呢，你可以來向起來，可以做成下鬼神呢，側邊淋巴、腳趾頭，全身是做到了哈。你看按呢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地心老師，我們一起做哦，看他做哈，鄉親朋友看他做哦，按呢會知道講啊。人生是彩色的，好，你們知道人生係彩色的，我身體腳趾頭、手的關節全身是做到的，人家做10度啊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鄉親朋友有看到嗎？好，你再來扛起來，好，人家腳趾頭、腰誒。全部是做到的，好，慢慢的吸氣，好，吐氣，再來，好，不用享受。鄉親朋友，腳趾頭的保養呢有多種方式。最後一個秘密武器哦，玉美老師的秘密武器，看哦，褲頭要留起來咯，本大家看腳趾頭的動作哦，有很多秘密武器哈，很多膝蓋腳趾頭跳舞啊。往那膝蓋跳舞，
好，头摆细细个哈呢，动好高啊，动要跌啦，要脚趾头都跌到动到个拔。然后呢，也系我印度瑜伽上师哈，教本我哋庆好的瑜伽保养又简单的动作，很多膝盖跳舞哈。你看到哈，人脚趾头右片、左片，好，那呢有看到嘛？来起来，来起来。按你来放起来的时候呢，人个肩头有嘛哈，人个肩头就会按你伸发，好，你看右片、左片、右片、左片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你可以2只脚，来放起来，不用强手，来放起来，不用强手，来放起来，不用强手，看到哈，来放起来，不用强手。来放起来，不用强手，也按到膝盖跳舞哈，也是保养膝盖的秘密武器。哈，你可能头摆冇学过哈，咩唔知啊呢？安尼方法，因为老师跟印度当头摆印度哈，冇乜个医疗设施啊，哈，咩动落后的素材，故说呢就安尼用安尼方式保养哈。记得啦，右边你张可试看，你可以用1只脚，好，用1只脚，好，1只脚练。你看，老师那样用我就来唔放起来了，唔怕，听听的啊，听听的。好，当先发起的哈，你就可以2只脚趾头，停痛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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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很多膝盖跳舞，哈。听见没有？我一下讲话咩好啊？我教大家做咩样样啦？我起点咧电工厂咩好啦？我随时我脚趾头就做运动哦，好。也个脚趾头的保养运动就到了，同学们也看英文老师哦，随时就可以享受我的健康，享受我的运动，享受我的瑜伽。安子噻。